大家好，以下呢條片係會同大家介紹翻 Overview Performance 指標，當中會提供咗幾個資訊嘅。第一個就係大市比較，我哋咧望翻右上角呢個位，呢度咧係一個大市比較嘅標籤。如果顯示翻 Outperform 跑贏大市嘅話咧，係會顯示綠色；如果係跑輸大市，即係 Underperform 咧，會顯示紅色。如果與大市同步 Inline，咁就會係灰色。咁而家見到咧，呢個情況係 outperform，即係佢係跑贏大市嘅。第二個資訊就係 momentum strength。momentum strength 即係一個動力嘅強度。如果動力強度係強嘅話咧，會係綠色。咁而家見到咧，背景之中大部分時間都係綠色。如果係弱嘅話咧，會係紅色噶。咁當紅色轉做綠色嘅時候咧，反映翻咧嗰個 momentum strength 咧係開始轉強。咁你見到咧嗰個價格咧，亦都係逐步向上嘅。第三點係 key level。key level 即係啲重要嘅水平。當 key level 係逐步向上嘅時候咧，會見到咧啲標籤係綠色嘅。咁如果個 key level 係開始向下嘅時候咧，就會係藍色。咁所以暫時咧見到畫面之中咧，股價嘅走勢係相對強勁，每一個 key level 都係向上移嘅。好啦，呢度係另一個例子，我哋見到啦 key level 咧早前咧都係一直向上移嘅，咁所以都係維持喺綠色嘅。咁隨後當佢上到47.7嘅時間之後嘅 key level 係跌咗落嚟，去到47.55，反映翻咧嗰個走勢係有多少轉弱㗎。喺呢個情況，個 key level 係轉咗藍色㗎。咁亦都留意翻啦，當價格係下破咗47.7嘅時候咧，其實意味着咧走勢咧係有機會轉弱嘅。除此以外，我哋會見到右手邊呢度有個感嘆號嘅警示，反映翻價格已經係跌穿咗最新嘅一個 key level， 即係畫面中嘅顯示46，意味着後市有機會進一步向下。而睇翻近期嚟講，嗰個背景係轉咗紅色，亦反映翻 momentum strength 係已經轉弱咗㗎啦。